这里面有东西。我就说嘛，那个是水吗？对，不，水里面有东西。对你一小鲶鱼什么的。要找，你找一下吧。这时候你找一下。你打啥呢？我不行。海宝，你找。你这个淘金者。哎，我可不是，我掏不了，哥哥。你敢不敢掏？我不敢，啊，我不敢，我也不敢。我不敢。哥，你掏金，你不掏，你换个单位。你要不掏，你换个单位。哎，这个应该是个墨呀。不是，里面是泥鳅。是吗？里面是泥鳅，然后我看到里面有张纸。哦，还真是泥鳅。哎呀妈，吓死人了！你还有纸？我来吧。你来吧，你淘金者。我害怕这玩意儿，我极害怕这玩意儿。但是我为了证明。好的，你在这边。啊，在哪边？在这儿。这什么意思？他应该不会动。哎呀，胆儿真大！太厉害。